水法嘅意思就係水嘅氣法，亦都係依家嘅噴泉。大水法係西洋樓入邊最大最壯觀嘅噴泉，堪比西方凡爾賽宮嘅噴泉。12生肖銅像以水報時，每一個獸首都代表一個時辰，一個時辰亦即係依家嘅2個鐘頭。獸首會依時辰出水，當正午12時嘅時候，12個獸首就會一齊吐水啦。據講當時呢度嘅噴泉全部開放嘅時候，聲勢好大，震耳欲聾，喺附近講嘢嘅時候仲要打手勢。咦？呢個噴泉點解又中又西？點解啲動物都有着衫嘅？而家睇到嘅生肖銅像着住袍服嘅造型，但係一開始嘅設計並唔係咁樣嘅。設計師郎世寧起初係想建造具有西方特色嘅裸體女性雕塑，但係乾隆皇帝覺得呢個有悖於中國嘅倫理道德，勒令重新設計，於是就以代表中國民族文化嘅12生肖嘅坐像取代咗西方噴泉設計入邊最常用嘅人體雕塑，咁樣就有咗依家中西合璧嘅建築啦。真正嘅圓明園已經毀於戰爭之中，實在係太可惜啦。好彩圓明新園為後人重現昔日嘅盛況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記住歷史，再現輝煌，傳遞和平。